这十个到了以后，受到对流影响，气象局针对19个乡镇发布大雨特报。其中，伫新竹北部晚山谷的所在，因为变大雨，溪水规个填出来，是淹到边仔附近的稻仔田甲果子园，损失是真严重。大雨直直落，已经看袂清楚倒位是路，倒位是田。新竹县北部初十下晡一场大雨，农民的辛苦种植全拢浸水。隔天日头一出来，园仔已经倒了了。果园跟稻米有没有稻谷，都是因为这边水没办法宣泄，然后回堵到那边整个淹掉。没有办法啊，还是要种，也是要种啊。那希望政府怎么做？看有可以赔偿嘛。附近的果子园同款损失严重，哪种的芳果、薄芽、冰箱甲种植设备，别拢歹去啊。昨天就是飘起来，走了以后，它就所有都是位置就变了，冰箱全倒，还有这个剪草机、耕耘机，全部都淹没，连油箱到引擎全淹没，可能都要修理。居民希望县政府会使定期派人来清附近这条溪，避免后摆落大雨，搁一摆造成农民的损失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